喂，我係陳偉文，綽號 Apple。香港街場怪傑2026年 NBA 選秀狀元效力達拉斯小牛隊。上集講到全明星賽第一節，世界全明星隊同美國全明星隊火藥味爆棚。我同隊友 Victor Wembanyama 因為內訌搞亂晒，俾美國隊領先20-15。今次講下我喺場邊休息完之後發生咩事啦。第二節開始，場館氣氛熱烈到似火山爆發，美國粉絲喺場邊狂嗌 Curry、LeBron 打爆佢哋。ESPN 評論員話Apple 同 Wembanyama 仲喺度鬧交，世界隊今晚凶多吉少。Shaq O'Neal 喺 TNT 直播笑到咳。Apple 嘅少林功夫同雙轉身係好型，但隊友不和點同 Team USA 鬥。第二節一開波，美國隊換上替補陣容 ，Tyrese Haliburton、Donovan Mitchell 同 Jason Tatum 上場。Haliburton 用快攻指揮，一個背後傳球俾 Jason Tatum， 佢使出斜切投籃，中距離挑頭，擦一聲入網，22-15。Donovan Mitchell 用蜘蛛突破，過咗我隊友 Franz Wagner， 快攻暴扣，比分拉開到25-15。全場美國粉絲嗨到飛起，有人拎騎士總冠軍牌，有人嗌Wagner 你人盯人啦，次次都係你俾人過。我同 Wembanyama 嘅矛盾仲未解決，影響晒我哋嘅配合。我持球進攻對住 Haliburton， 使出最羅漢，左搖右擺加雙轉身，晃到佢頭暈，再用背後換手上籃得分，追到17-25。但 Wembanyama 喺內線大叫 Apple 傳俾我啦，多傳球啊！我火滾話你自己搶板啦，外星人！結果我一個傳球失誤，俾 Mitchell 搶斷，快攻三分命中28-17。Nikola Jokic 走過來勸我 Apple 冷靜啲，你同 Wemby 要團結。我點頭，但心入面仲有啲火。世界隊換上 Shai Gilgeous-Alexander 同 Pascal Siakam 救場 ，Shai 用詭異突破連續變向過咗 Edwards 上籃得分 ，Siakam 使出過量加速喺禁區硬撼 Joel Embiid 做犯規罰球兩中。我同 Jokic 終於揾到節奏，我用金剛拳中距離挑投命中 ，Jokic 用夢幻華爾茲助攻 ，Wembanyama 一個空中接力扣籃追到25-30。但美國隊火力太猛 ，Curry 回場後使出柯有引力一個超遠三分，擦半場完世界隊40-51落後。半場休息時，我同 Wembanyama 喺更衣室氣氛仲係怪怪地。Luka Donny 同 Jokic 拉我哋兩個坐低 ，Luka 話 Apple Wemby 你兩個係我哋嘅核心，內訌只會俾美國隊有機可乘。Jokic 補充 Apple 你嘅少林功夫好型 ，Wemby 嘅外星人身手無敵，穩住能贏。我同 Wembanyama 對望一眼，佢終於開口。好啦 ，Apple 我信你嘅功夫，但你要多啲傳球俾我。我點頭話 ，OK， 下半場我哋一齊打爆佢哋。雖然仲有啲芥蒂，但我哋開始有咗團結嘅苗頭。第三節開始，世界隊氣勢回升。我對位 Curry 用金鐘罩硬化身體，守住佢嘅三分射籃。佢試圖用反向跑動揾空位，但我使出揸波龍爪手，一爪搶斷佢個波。快攻用飛龍在天，空中停留，背後換手上籃得分，45-53。全場觀眾嗨爆，我仲見到上一集個肥仔又模仿我轉身。ESPN 話 Apple 今節揾到狀態，世界隊有反擊機會。美國隊唔甘示弱 ，LeBron 用坦克暴扣硬闖禁區，扣到籃框，似係要爆。佢扣完仲挑釁我 ，Apple 未來是你的。我火滾用黏花紙喺三分線外精準出手，擦三分入網回敬。盧比將這球超頂 ，Kevin Durant 即刻用死神鐮刀，一個高難度戰意中投命中62-49。我同 Wembanyama 終於開始配合，我用29羅漢陣帶領隊友頻繁換位，助攻 Jokic 一個內線勾手 ，Wembanyama 用怪獸封蓋喺禁區連蓋 ，Anthony Davis 同 Joel Embiid 嘅上籃，仲助攻 Luka 一個三分。我同 Wembanyama 喺場上擊掌，佢笑住話打得不錯，繼續。我回完美配合。第三節末段 Cooper Flag 上場用全能飛扣喺我面前一個隔人扣籃，比分拉開到70-58。佢扣完仲挑釁我 ，Apple 就這樣。我火滾用輕功水上漂喺空中停留投得手，全場觀眾起立鼓掌。美國隊粉絲嗌我破防了。第三節完，世界隊68-75落後，但氣勢已經反晒。雖然美國隊靠 Curry、LeBron 同 Durant 嘅火力一度領先，但世界隊喺我同 Wembanyama 緩解矛盾後，開始揾到配合節奏。我嘅少林絕技大放異彩。下集將講全明星賽嘅高潮，我同 Wembanyama 會點樣化敵為友，敬請期待。
I say, Mamba out.